下來繼續來看苗栗火車頭有一個66歲男子，為着一時的方便，是為第2月台跳落去，經過這個鐵軌路，結果爬去離第1月台，實在有夠危險。而且這個男子佫敢若是無買火車票。警方講，男子的行為已經違反着鐵路法，要移送交通部來裁罰。車站的月台邊，一個白頭鬃穿烏衫的查甫人，慢慢為鐵軌路爬起來。軍內站務人員為佇個月台看到查甫人的危險行為，大聲甲喊。就驚查甫人撞入鐵軌路發生危險，站務人員就趕緊用無線電來通報。他就趴着，害我們緊張到要命，心臟會不會跳出來？我們只是怕說萬一火車剛好來，那怎麼辦？民眾看到查甫人行過鐵軌路嘛，替伊咧緊張，閣有民眾甲影片鋪上網，講拜託莫閣甲司機員傷害。危險的事件發生佇咧昨中晝12點外，台鐵苗栗車站，伊是66歲單身查甫人。這個查甫人敢若是為第2月台行鐵軌路到第1月台，身軀頂無錢嘛無車票，敢若是無票進站。為貪圖方便，跳下月台，橫越軌道。該行為已違反鐵路法，可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之罰鍰。警方調查了後，查甫人敢若是因為酷暑才來行過鐵軌路，該帶轉去，針對行過鐵軌路的行為，移送交通部依法裁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